歡迎嚟到7月份大眾奇門預測環節啦！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邢師傅。我係老細啊！喂，邢師傅，近排咧都幾運滯下。請問咧7月有啲咩嘢增運嘅方式咧？會唔會可以透露到少少出嚟啊？咁我首先講咗催財先啦，一定係大家都好中意嘅 topic 嚟嘅。咁如果大家想喺工作上面或者甚至係想日常都會有多啲偏財，咁大家就可以聽一聽我而家同大家講嘅方式去做一做。首先，大家係可以喺7月2號晏晝12點，或者係夜晚凌晨12點嘅時間啦，喺自己嘅工作崗位或者喺屋企嘅南方去買一個聚寶盤。咁最好個聚寶盤呢要擺得低少少嘅，係可能同你個身差唔多坐低嘅高度嘅位置啦。而個聚寶盤呢係要有翻一啲咁上下嘅設計嘅，即係可能你望落去覺得係好賞心悅目啦、靚靚仔仔啦咁樣，而擺放嘅位置呢，都要擺放得比較公開啲嘅，係啦，唔好收埋埋，因為好似財咁樣，你越收埋嘅時候呢，就好似自己啲錢揾錢嘅能力都係咁樣會慢慢被埋沒㗎啦。如果我個聚寶盤喺淘寶或者拼多多買，會唔會影響到啲咩嘢咧？唔會啊，風水擺設嘅話，我完全建議一樣嘢係能夠慳錢嘅，就喺呢啲地方平台買都冇所謂，淘寶多啲選擇。但係如果可能你而家呢一刻聽到我呢一條錄音 podcast 嘅時候，已經可能時間好趕嘅，咁我就建議你可以去揾一啲路邊攤啦、書局啦、深水埗啦，呢啲地方其實基本上好容易都有賣聚寶盤。不過可能就香港買嘅時候個價錢就會貴多少少咯。其實大細呢就冇特別限制，大啲啊定細啲啊，個力量會大啲定細啲嘅，純粹係只要合適嘅時間放喺合適嘅方位，同埋以及擺放嘅位置擺得啱，其實就會有用㗎啦。擺咗催財之後，除咗可能有機會工作加薪啦，或者可能有機會係有一啲額外嘅收入，譬如可能會有啲偏財嘢啦，打牌有機會可能贏錢啦等等，全部都有用嘅。如果大家可能想吹多少少偏財嘅話，大家可以盡量試下打牌嘅時候坐翻喺南方呢個位置咁打，係啦，都有機會可以幫大家吹到財。咁我想問啊，你啱啱話打麻雀咧，究竟係坐南風位啊，定係個指南針要坐南位呢？只係喺你本身喺屋企你自己睇翻個東南西北，然後你就坐翻嗰個南位就 OK 㗎啦，就唔係每一局你要擲色仔坐嘅嗰個南位，係純粹係喺你屋企你可以拎部 iPhone 去睇你嗰個指南針。咁問完橫財啦，咁我想問下工作運上邊呢，即係如果個公司特別多小人啊，特別多俾人督背脊啊，上司針對啊，咁7月應該點樣去處理好呢？嗱，7月份呢，其實呢個奇門盤呢就好旺去修補任何關係嘅，包括啦，如果本身同上司有不和啦，甚至可能同啲同事好容易有不和有拗撬嘅時候呢，咁7月份無論唔擺盤都好嘅，都係有你去到做修復嘅階段嘅。咁而你啱啱好問得啱啊，咁有冇辦法再加強啲呢？咁我首先呢，我會覺得啦如果喺工作運方面係想去到做修復關係嘅，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喺西北方嘅夜晚9點鐘，或者7點到9點鐘，或者可能朝頭早9點鐘，大家就係可以擺一啲好靚嘅一 pair 嘅公仔啦，或者大家可以擺一啲可能唔單止係公仔啦，figure 啦，大家可以擺一啲相框啦、畫啦，甚至係可能冰箱貼啦、貼紙啦，係擺喺大家嘅呢個西北方嘅。咁既然又答咗工作嘅話，咁我想問下，感情點樣呢？究竟單身者會唔會出鋪啊？拍緊拖嘅會唔會有啲咩嘢感情升溫啊、求婚成功啊？或者係啲分咗手嘅會唔會舊情復熾啊？之類嗰啲嘢，阿邢師傅又點睇呢？呢個問題問得真係好好啊！因為其實今個月呢，我啱啱都講咗啦，好利於修補關係啦。同樣地，如果大家想單身出鋪嘅，我會建議大家可能喺7月份，其實大家係可以用多啲關於網絡嘅嘢去識多啲新朋友啊，去識一啲新嘅桃花，係容易啲可能出鋪成功嘅。而如果大家可能同樣地啦，喺感情裏面都好容易嘈交喎，咁我都係建議啦，今個月啦氹多啲，男女朋友都好需要氹多啲啦，或者可能俾多啲陪伴啦，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緊要嘅。
咁而喺擺放方面啦，大家想可能話，我想可能容易啲復合啊，甚至可能想催婚啊，或者可能大家係會想可能段感情再 sweet 啲啊，咁呢就一定要去聽一聽我而家呢一刻同大家講嘅風水擺件方法啦。咁其實都係好簡單嘅，我會建議啦，大家啦可以都係喺翻夜晚7點去到9點嘅時間啦，喺翻呢個西北方，喺7月6號啦，或者7月7號啦，大家都係可以同樣地去擺一擺個紅包啦，嗰個紅包入面係要擺同可能男女朋友或者想復合嘅對象嘅一張照片啦。如果話喂，我係單身嘅，咁我冇一個對象，咁你就可以去到剪雜誌上面嘅一啲情侶相啦。咁其實如果係能夠可以做得到嘅，其實可能最好去拍大家一啲拍立得即影即有相啊，甚至可能大家有啲可能而家嘅一啲自拍機啊，呢啲可以一啲靚靚嘅自拍相，大家都可以晒出嚟擺喺個紅包入面啦。咁然後大家入面其實仲可以擺一張紙啦，寫低你哋嘅願望，即係包括想關係修復啊，想出鋪啊，甚至可能好希望一樣嘢係好想要催婚成功嘅，係啦。咁大家都可以擺埋落去，放埋落去個紅包度，一次過擺好晒，就擺翻喺呢個西北方位就 OK 㗎啦。但係好緊要，如果西北方位大家係會可能屋企嘅擺位，或者甚至可能自己間房啊，或者可能大家工作嘅地方啊，如果嗰啲地方有啲銀仔呢，咁我就建議大家啲銀仔就記住啦。7月6號或者7月7號嘅呢個時間嘅時候，如果見得到西北方同樣有銀仔出現，就一定要移翻去南位擺埋就 OK 㗎啦。咁我想問，如果銀仔繼續擺喺呢個嘅西北方位嘅話，其實會有啲咩影響呢？如果大家今次想修補關係，最主力係要去到想修補感情嘅，咁就梗係要移開啲銀仔啦。因為銀仔喺我哋眼中啊嚇，佢本身係有啲關於有啲貴重物品啦，係有關於啲公司上嘅嘢。如果你個銀仔繼續擺咗喺度嘅時候，你會變成咗係幫你催旺咗你公司嘅修復嘅你一啲可能上司嘅感情啊，甚至係修復一啲同事嘅關係㗎。咁就變成咗唔係感情關係咯。咁如果我又想公司嗰邊關係修補，又想出鋪，又想求婚之類嗰啲，咁係咪兩樣嘢擺晒，其實唔會有任何衝突㗎？正常嚟講呢，就唔會有任何衝突嘅，但係可能就係你哋喺紅包裏面寫嗰張紙條裏面呢，就要寫埋想修復埋公司嘅關係啦。咁如果我想溝公司嘅上司，咁點算？哇！你呢個問題真係好 juicy 喎。都得，但係變成個情侶合照呢，就變成睇下換成咗你同個女上司嘅合照啦。嗱，明㗎啦，唔講咁多，係啦，大家自己慢慢意會下啦。咁我想問你話6點，咁啊你話7點到9點咁樣，咁係咪我7點到9點擺咗喺嗰度，然後10點我攞翻走，之後夜晚7點再9點再擺翻嗰度，定係長擺就 OK 嘅呢？今次呢，由於係我哋嘅第一次去到講奇門點擺法啦，咁我就詳細啲介紹埋俾大家聽。咁其實奇門風水擺法都係，我會建議大家擺低咗長擺，就係嗰一個月都係唔使特別喐動佢呢，就係叫做佈局成功嘅。咁呢，其實呢，我知道你一定會問我，咁如果我喐嚟喐去，咁又點樣算呢？或者會唔會個力量會再大啲呢？我都做咗好多無數嘅實驗呢，其實我得出嚟個結果，喐嚟喐去，每一日重複咁去做，其同擺定咗實際上個功效，我覺得唔係太大特別分別嘅。坦白講，你每一日喐一喐佢，重新再擺過嘅時候，我覺得純粹係好麻煩咯。因為可能我擺完嗰個時間，擺完之後第二日我一起身，可能話翻工又好咩都，我要重新再收翻埋佢，然後去到夜晚收工，我再擺翻落去嘅時候，如果但凡有一日你唔記得嘅時候呢，咁呢個就冇用，成件事就好似有啲本末倒置。所以我會覺得懶人包嘅做法就係將大家想修補關係又好啦，甚至吹桃花又好啦，或者甚至吹財呢，就係喺一啲我話俾大家聽定時定候嘅時間啦、日子啦，擺適當嘅物品就 OK 㗎啦。咁呢，我而家呢，同大家再 repeat 多一次，大概如果大家要點樣吹財，要點樣做，大家如果要吹感情，又要喺咩時間做啲乜嘢 ？OK？咁首先啦，
大家如果要催財咧，就記住大家要喺7月2號晏晝12點嘅時候，就記得擺低你哋個聚寶盤喺南位，而擺放嘅方位咧就同你哋本身坐低嘅身位差唔多就 OK 㗎啦。記住個聚寶盤係最好有啲設計感嘅，唔係好似好傳統嗰啲肉肉酸酸嘅，最好望落去就新式啲啦，潮少少啦。如果買咗一個冇咁靚嘅聚寶盤呢，個功效呢就會打返個折扣啦。咁而大家如果話係想工作運加強，要修補工作上嘅關係、泛指或者係甚至係修補大家嘅桃花關係啦、催婚啦又好乜都好啦 ，OK， 其實呢全部都係喺翻個西北方位去做嘢嘅，咁所以大家要喺翻7月7號啦，或者7月6號期間啦，大家要喺夜晚7點到9點鐘嘅時間喺西北方位去擺一啲靚靚嘅公仔啦、情侶畫啦，或者相框啦、貼紙啦等等啦，就直接坐落去嗰個位。如果大家係甚至好想出鋪啊，想吹勁啲桃花呢，咁呢就記住係擺一個紅包啦，紅包入面要放一張同男女朋友嘅一張自拍啦、合照啦，或者可能係一啲雜誌上嘅一啲情侶相等等啦。咁入面呢，就記住要寫埋又放張紙仔去寫一寫大家嘅一啲願望落去。重新再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係想一次過做晒所有嘢嘅話，西北方有銀仔有錢呢，就可以繼續照擺低喺度。但如果話大家今次好認真，淨係想 focus 去搞桃花嘢、感情嘢，咁呢，如果西南方如果有銀仔啦、有錢銀嘢呢，就記住一定要喺嗰一日當日移埋去南方同步做。並且放低咗落去，咁你成個月呢，你嗰個運程呢就會開始增運，呢個 option 就慢慢生效㗎啦。咁我想問，大概擺咗幾耐之後就會生效，同埋生效嗰個時間大概幾長呢？嗱，如果喺我眼中啊經過我多方面嘅實驗呢，其實通常大概如果就算我啲客人都係嘅，擺完之後啦，通常可能3-4日開始就會開始慢慢見效，開始有啲唔同嘅嘢出嚟㗎啦。舉個例子為例啦，如果大家係好需要桃花嘅，可能你跟住咁樣擺完之後，可能好容易喺嗰幾日裏面識人嘅程度就係容易咗，甚至可能多咗，可能女仔會去到同你吹水啊，或者可能有啲人會可能容易啲抄電話牌啊，或者俾人哋抄牌啊等等，可能容易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咁但係如果大家啲桃花真係好勁啦，勁到真係可能話我已經同咗另外一個女仔一齊咗咯喎，咁去到後面就記住呢個陣就唔好再擺落去啦，嗰個西北方位嘅嗰包紅包呢，就要自己收翻埋佢，然後抌咗落去垃圾桶處理咗佢就 end 㗎啦。而且我幫大家睇嘅感情全部都係計翻可能1個月嘅運勢去到做一啲增大啊，或者趨吉避凶啊，咁所以其實擺一個咁嘅風水局係可以放得到大概2-3個月。不過如果大家想可能每一個月想追求嘅嘢唔一樣嘅時候，大家就可以每一個月去到再聽我哋呢個 podcast 再去調整，大家想今期吹啲乜嘢，下一期再吹啲乜嘢，咁就會令到大家拎到一個最大嘅得益。但係如果大家真係好懶啊，我覺得如果我今期我淨係純粹想吹呢個感情運嘅，咁呢就可以聽完我咁講之後，咁擺完一個紅包落去西北方位，其實係可以分循得到2到3個月唔喐呢，嗰個局都會繼續去幫大家去增強大家嘅桃花運。咁如果各位聽眾覺得有效嘅話，就不妨試一試啦。下個月我哋都會有最新嘅奇門遁甲大眾分析嘅，咁有興趣嘅話就繼續 follow 我哋 channel 啦。咁我哋嚟緊呢都會開翻個 IG，咁其實大家如果可能對於我哋今次嘅 topic 有任何疑問都好，或者甚至係有啲新嘅疑問想投稿啦，都好歡迎 follow 我哋個 IG，然後去到再留言。